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人咧讲的“唔正囝不孝子”。新北市邦桥一个70岁太太，顶个月22号为4楼的阳台栽落死亡。但是这个太太38岁后生，看到家己老母啊出这种的意外，竟然是真冷静，搁真冷淡，讲是老母啊家己想袂开来跳楼。但是警方深入调查，发现真侪可疑，原来是这个业主亲手把妈妈车落楼。讲这个有强盗的前科，出狱了后找无头路，逐工温伫咧厝内底啉酒，要食唔讨趁，不是咧甲老母讨钱要买烧酒。案发的当天，两母仔囝佫起冲突，想无到这后生竟然是凶心，甲老母杀落楼。邦桥区暗时啊，雄雄听到警铃声咧弹。你现在还好吗？人还可以吗？警察来到现场了后，看到一个穿白衫的阿桑倒伫咧涂骹，不过送病了后，赶快无互救回来。大家都跟他要钱啊，每天都是还神的。我喝酒会在公园那边啊。我们也很惊讶，因为妈妈是一个很幸福的妈妈，她那个先生前年才去世，所以就是一家子的经济都在扛。含隔壁的人拢看个真唔甘，本来叫是一个意外，不过煞是一场连轮悲剧。这个有强盗真可以黄先生风放出来了后，找无头路，逐工伫咧厝里，甲爸母剩顿手，讨100块食饭啉酒。3月2日暗时啊，佮甲妈妈讨钱，妈妈挡袂掉啊，两个人总小量。黄先生气甲妈妈为4楼杀落去楼骹，尾也佮证讲是妈妈家己想袂开。经通知鉴识小组到场采证。然后在新北地检相验的后，发现这个死者的黄姓儿子疑似设有重嫌。查甫人叫警察以杀人罪以上，嘛该压起来。已经前科累累，佮杀死家己老母犯同罪，黄先生爱替家己所做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